上第一大路，遮个山谷拢要吞互伊治，大细个山头拢要掘互伊加，弯弯个要改互伊直，坎坷个要修互伊平，耀花伊个光的确显现。伊若有迄气个，要拢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。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照伊。
当迄时，该杀阿古斯都有出招，命令天下拢做家家。众人去做家家，别人倒去本城。约瑟的姓下属于大卫的家，所以为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，到大卫的城，名叫必利行的，来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家。迄时，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个时生产的期到，就生头一囝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温馨。
山呢，每是周边顾因的羊群，诸位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微雷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必城已经为着你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里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好了，就将天使所对因讲，一个婴仔的事报人知，听见的人
落奇怪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，各样的道具，为着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就是天使所对伊讲的，来归人格了上帝。王的时，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来托斯为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因听王的话就去。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遐个所在，就休伫迄顶边。因看见迄个星，欢喜到飞过伫入厝，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拍倒拜婴仔，开因的宝盒，献礼物互伊，就是黄金、乳香、蜜药。
不用离开，等一下，请咱起立做伙来吟诗。圣诗48首，平安暝、圣诞暝，吟全首，吟诗带要请地牧师来祝祷。愿天父上帝所修事真正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就着疼痛甲怜悯，信心的安慰甲帮助，常常甲恁这人伫咧，对即条到永世来无尽。